为了和小朋友实际体验各行各业酸甜苦涩，芝麻街美语教育机构伫暑假期间的课程，这次就特别安排学生前往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的电视台参观。工作人员除了向学生解说节目以及新闻制作种种要素，也伫参访的行程中安排了媒体试读的部分，让小朋友会当为这次的活动中学习到如何认识、读懂媒体的正确观念。事情你要干嘛？你要想一下，是不是假的？不要别人讲什么就相信他。你刚刚上课，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你觉得对你是蛮有帮助的？不要随便乱传假讯息。可以怎么样去分辨真假消息？用赖讯息查证。还有什么吗？你还记得吗？买勾片。有学到什么，或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怎么判断假讯息？怎么判断假讯息？那如果人家传一些讯息给你啊，你要怎么去分辨是真的假的？你要去那个查查看是不是真的。难得来这届电视台，当然爱趁这个机会上台报新闻看卖。有的学生咧报社会新闻，有的咧推广环保观念，甚至连介绍家己的嘛有。我的血型是 A 型，我的星座是有选择障碍的天秤座。体育署加码推出30万份，价值1000元的动资健身券。发现有一只白色的鸟正站在高处的雕像上，往下探头看着游客们。国外有一只罕见的白孔雀，猫饲料及其他肉类都吃完了。爱吃肉，也喜欢吃素吗？海岸有许多沙滩常见游客留下的垃圾，虽然常常宣导民众不要乱丢垃圾。中国因为新冠疫情升温，许多城市体验了主播报新闻，导播的工作内容嘛是爱来了解看卖。背景是黑色的，是因为我们刚刚下面有讲到说有绿色的背板跟蓝色的背板会去背，所以他的人先背去背出来。我们的夏令营课程通常都会有介绍各种不同的职业，那我们希望说孩子从文本里面除了知道这些知识之外，也能够实地的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情形，能够跟在各个行业能够说可以让我们去参观，让孩子更能够亲身体验，知道说，这个行业的辛苦谈。无唔对，就参照是林老师所讲，带学生为文本内底实际到各行各业体验，会当更加了解各行业辛苦，同时嘛当增加学习兴趣。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公司正欢迎提供相关参访服务，欢迎大家踊跃申请。中嘉宽屏三冠王跟双子星是在地的媒体。那在台南这边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提供给我们各行各业来了解媒体制播的一些生态，还有媒体识读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们是属于在地的媒体，那当然非常的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那所以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来跟公司这边做申请。这次无参访到的观众朋友嘛，免无欢喜。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伫8月份嘛有办理小小主播体验名的活动，而且是完全免费，并为参加校员安排准备了丰富课程甲礼品，名额有限，报名专线赶紧卡起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